后来受到武汉肺炎的影响，城市航空业来火无成假，即摆传出旅游业嘛要火无成假咯。也毋过，世航这间旅行社讲无哦，因第一阶段是今仔日开始，先来鼓励员工请特休假，到5、6月疫情受到控制了后，就会恢复本地生理。也毋过，即摆到台湾的中国团全部总停，台湾旅游业的损失将近1亿。拍开旅行社的网页，所有中国旅游团拢爱到5月了后才会当出团。受到武汉肺炎的影响，观光业上严重。即摆传出旅行社要开出国内旅行业的第一枪，休无薪假，业者定清。鼓励我们的同仁能够放一些特休的一个假，到这个4月底，相关的应征人员的广告目前先停止，然后相关的一些企划的一些广告可能也稍微做一些缩减，已经大概都上亿了。虽然业者好认要实施无薪假，因为疫情伫咧5、6月就会当控制掉的。不过，若是疫情影响也是严重，考虑先互高级的主管薪水拍8折，所有观光旅游业估计到6月3贷可能减少超过1000亿，互袂少领队甲导游拢真担忧。其实说我拥有领队跟导游证，可是目前来讲，等于是完全没有收入。先开个小黄来度日子，一天要跑个2000块到3000块，真的是蛮难的。看到观光业大受冲击，行政院嘛建议纾困进行方案，希望会当甲影响降到上低。